接来看一寡传统的老芳店所卖芳，俗国大地，普罗的15块，包肉酥的20块。但是这种的老芳店，最近这2年来，一间接一间一直咧收大关门。咱就独家采访到一间开30年，就要收大的老芳店。头家娘讲，因为大环境无介好，加上无啥利润，而且老师傅的体力愈来愈无好，囡仔佫无愿意来接手，只好忍痛结束营业。今仔日内底较好啦，明仔载开始我聊就无啥物胖了。过做一天，这间芳店就要收起来啊！他们要休息，会不会觉得很舍不得？那当然会啊，所以特地跑过来。进入传统的芳店，就使闻到芳多出炉的芳味。传统的肠啊、肉虎、菠萝、果酱的芳，拢只要15至20块。验过开30档的老店，共款嘛要打出这场结束营业的故事，头家娘嘛真无奈。这个利润不好嘛，最主要是里面的人做了30年，他们没办法了。对，就是主要是体力的关系。原物料愈来愈贵，头家已经50几岁啊，体力无像少年安尼啊，囡仔过了细汉嘛，无法度占。没办法涨，这里的邻居都是好朋友，如果涨了，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吧。传统芳店一间啊一间收起来，台北车头南洋街商圈内面，这间芳店去年收起来，1楼店面变成饮料店。望家中正目沙这2年真俗的古早味的芳，陆续的消失。店租、原料、人力成本遮悬，老师傅手艺无人学，这拢是主要原因。这巷口的芳店慢慢的消失，传统的好滋味只能留伫你我的记忆内面。